咁大咯，所以我希望大家真係唔好放到咁大，係咪唔好誤會？即係佢哋要你，因為我有其他相，我有其他相嘅，我有其他都係同好多唔同嘅現場嘅朋友，因為係懲罰嚟噶嘛，我都冇得揀。即係全部都有錫你嘅。好彩我唔喺度啫。係，同埋了解中咯，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哋真係我哋成班啦，無論係星夢啦，我哋都 gather 好多次，好多唔。大家好，呢幾日 Yumi 中由美嘅新聞傳到沸沸揚揚，睇住一個19歲嘅女仔喺鏡頭前單打獨鬥，解釋到飆冷汗，我真係好心痛。我今日唔係要嚟批判 Yumi 嘅私生活，我係要企出嚟嚴厲批判佢背後嗰個簡直係不成器嘅經理人團隊。做 TVB 藝人從來都唔容易，佢哋付出咗最好嘅青春同血汗，但換嚟嘅竟然係咁業餘、咁無力嘅公關保護。今日我哋一定要為 Yumi 講句公道話，一公關大車禍訪問前竟然零溝通。大家睇翻嗰段訪問，最令人尷尬嘅唔係 Yumi 講咗啲咩，而係當佢講到了解中嗰陣，身邊嘅 Chantel 同 Wendy 嗰種真實嘅驚訝同錯愕。作為一個專業嘅經理人團隊，喺藝人要面對傳媒圍攻之前，統一口徑 briefing 咧係最基本嘅工作。點可能容許同一個團隊嘅成員喺鏡頭前對同一件事有完全唔同嘅反應？呢種零準備嘅狀態，直接令姊妹們喺鏡頭前露晒底，亦都將 Yumi 推咗出去送死。呢啲唔係藝人嘅錯，係經理人完全冇做過嘢嘅失職。而各施各法 Aska 同 Felix 嘅回應變咗豬隊友。我哋再睇下星夢其他隊友嘅回應。Felix 林志樂咧，雖然幫手證實咗有玩遊戲，但係佢嗰種嬉笑調侃式嘅語氣，仲話幫手了解埋一份，反而令件事顯得好兒戲。而 Aska 張馳豪雖然有大哥哥風範，叫大家包涵，但佢嘅回應亦都同 Yumi 嘅官方版本完全對唔上。成件事反映咗一個好大嘅問題，成個星夢團隊根本冇一個制定好嘅說法，經理人任由每個隊友隨機發揮，結果有人驚訝，有人講笑，有人嚴肅解釋。呢種混亂除咗顯得公司管理層業餘之外，更加係對藝人形象嘅一種慢性自殺。三劇本邏輯崩壞 A0 定係了解中啦，係咪啊？最不成器嘅係經理人竟然容許 Yumi 同時拋出 A0 同了解中呢兩個矛盾嘅詞語。經理人有冇常識㗎？既然要行清純路線，就絕對唔可以俾了解中呢三個字出現。依家 Yumi 處於一個尷尬位，網民唔信佢嘅遊戲論，因為佢自己講咗了解中。經理人唔單止冇幫藝人盾牌，反而係喺度整色盞燈，令到一個原本單純嘅19歲女仔要孭上一個語言藝術嘅罪名。4. 俾 Yumi 嘅真心建議，經一事長一智。Yumi 拍拖真係唔係咩大罪，19歲對愛情有憧憬係最正常不過嘅事，但我哋希望你經一事長一智。今次嘅風波教識你處理事件要小心，但更加要光明正大。你要先確定自己想要啲咩。如果你覺得呢個人值得去了解，值得去愛，就要有擔當，唔好被公司嗰啲不成器啊、唔嗲唔吊嘅公關人設困住自己。真誠先係最好嘅公關策略㗎。如果你敢於光明正大，粉絲係會感受到你嘅真誠而俾予祝福，而唔係好似依家咁為咗圓一個邏輯混亂嘅劇本而辛苦。伍潔宇做你最強嘅後盾 ，Yumi， 我哋會繼續支持你。今次嘅事只係你人生入邊一個細細嘅插曲，亦都係提醒你要更加強大、更加有主見嘅一個轉捩點。我哋希望 TVB 管理層可以深刻檢討，唔好再消耗藝人嘅血汗，請專業地保護你哋嘅資產。大家點睇今次經理人團隊嘅表現？你哋係咪都一樣支持 Yumi 勇敢做自己？歡迎留言討論，我哋舞台見。